准嘅慈善基金会长期关心弱势，每一年拢会伫岁末嘅时阵举办家电话活动，邀请社会福利团体到场适答。除了义卖物质资金以外，也提升各单位嘅知名度。今年迈入第14届13号上午，伫小北仔夜市嘅场地盛大来举办。今年邀请80个单位，同时有着各社区带来精彩的演出。立法委员陈廷辉也亲自到场支持。会中准嘅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华也亲自捐赠25万予澎湖的惠民医院的重建计划，现场热烈温馨。现在才10点多，现在现场已经人已经多了，后面都已经人山人海了，真的非常感谢。有这么多爱心的团体，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公司大家都还有力气之下，没有，他们都很年轻，他们会继续办下去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还是只有一个感恩的心，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来参加。除了各社福团体到场适答以外，现场也配合北区区公所所举办的塑造成果展，由着各个社区现场展示的特色甲塑造的成果，内容相当丰富。今年的社区的总体营造在北区成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硕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区长，还有我们的里长、社区发展协会大家的一个用心。那总是在年度即将结束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成果，尤其在今年疫情的阶段，其实是大家最辛苦的一年。那透过社区总体营造，大家互相的关怀，还有基金会大家共同的一个关切，我想今年是最温暖的一年，也是成果最丰硕的一年。现场上起民众眼光的就是这个车辆旋转的体验，甲警察的重型机车的参观。这届共同参与的交通警察大队，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特别的装备，来指导民众正确的交通观念，让民众了解到我们的车祸的发生之后，我们车辆里面的翻转的严重度，也来提醒我们的民众在车辆行驶的时候能够注意安全，速度不要太快，也不要酒后驾车。那撞击后的翻转，如果没有使用到安全带的话，那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。也结合到这样一个活动来发展，来提升这个宣导的一个效果，让我们的民众能多来注意。活动现场拍卡按赞，也阁会使抽好礼，予民众到小北仔夜市广场食物件、甲佚佗、摕礼物以外，也会使行善做公益。但新闻国不易采访报道。